呢座皇宮最深處埋藏住女王最致命嘅渴望，權力喺度誕生，亦喺度食人。佢推翻咗丈夫，奪走咗帝國，打造出比沙皇時代更耀眼嘅俄羅斯。俄羅斯最大嘅弱點係冇一個唔會結冰嘅海港，佢奪取咗黑海，唔係為咗嗰片土地，係為咗通往世界嘅鎖匙。權力越耀眼，秘密越黑暗。佢嘅愛情係戰略，佢嘅情人係棋子。有軍隊統帥、帝國顧問、情報耳目。有人話佢嘅情人越多，佢就越強。政變之夜，奧爾洛夫佢嘅床伴就喺身側，一句命令，皇帝生死改寫，帝國換咗主人，佢登上咗皇座。喺宮殿入邊，上床者唔一定可以活着落床，枕頭就係皇權嘅戰場。呢度唔係屋企，係征服歐洲後嘅祭壇。歡迎嚟到海森林宮，追蹤我，解鎖宮廷最深嘅黑暗。